我有民众坐台铁的自强号中立到台中，伊买的是有座位的，但是上车了后呢，列车长互伊一张纸条啊，伊讲未分配座位，准退座位的费用，互伊感觉安奈安尼。所以台铁解说啊，因为临时调车啊，所以这个车辆的这个座位的数量咯，就变化了，害一寡人无位通坐，所以会当退2成的票价。这一讲啊，大家阁愈生气。啊，都无位啊，是恁的唔对，你敢若退2成，你要退，你嘛爱专退才对啊。民众坐火车，列车长开一张字条，阁有放一个印仔，注明讲无位准退座位的费用。这张单互民众真无奈，伊分享买车票的证明，会当看得出来，这是昨暝为中立往台中的自强号班次，有买车票，抑阁无位通坐，伊认为这是一个大笑话。应该事先通知，有点被欺骗的感觉。朴文正的乡亲伫社群解说讲，这班车是自强号181次为花莲发车驶到中立，已经差不多4点钟啊。代替临时换车，无事先放送，也是用简讯通知。会蛮傻眼的，毕竟买了车票，然后被临时改成没有座位，而且如果他当天是很累的情况下，是安怎会发生这款情形？代替解说讲，这个班次因为临时有状况，临时换编组，代替车位较少，列车长为了保留部分的位。通啊调度，所以讲注明无位的退2成的车票钱作为补偿。抑过网友留言，要对货就是无想要徛咧，这个说辞是代替造成的，应该唔拿退座位的费用，爱退所有的车票钱，安尼才合理。认为代替紧急的应变能力无够，互人客无心理准备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